小二来了。哎，等我点练下永贞。永贞的我咋个那个？我这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，等一下嘛。我这儿小大声音。等一下嘛，现在才几点钟嘛？先等一下嘛。我这等一下嘛。我现在等你到给我打电话。现在几点钟嘛？现在是8:50多。没到，安排。还早，今天有点早，等一下。好，先给你说不是？好，先告诉你，我应该是。应该比较忙，今天没看有人。忘记了，真的，我在加班，然后我就想着要参当我不来了，然后又想起来你跟我说了要。没事，其实就说下面，他搞忘了，他加班，今天加班。对，他之前他搞忘了。第一次加班嘛，永贞这边来的，永贞张小璐都来了是吧？我等一下问一下他嘞。对。可以，小卢在吗？永贞，我发信息了，他应该要来吧？才8点50，才8点多，要不就在外面直播，不知道是不是在直播。再问一下他的消息。哦，感冒了，永贞感冒了，又感冒了，人又感冒了。前天说他说今天没问题，好忘了。
雍正刚刚发消息，他是感冒了，刚刚给我说了。我问一下他，雍正感冒了？感冒。对啊，搞忘了。你说我发了，明天拿过来吗？明天或者是后天吧，就是现在不着急了吧？他那个发是满天星，随便可以发。啊？我说那个发是满天星，可以发很久。今天刚刚做好的，明天送也可以啊。明天后天就可以吧？哦，那他说可以，那明天送嘛，好吧？好，我叫他就拿下。我给你发消息吧。好，辛苦了。没事。雍正感冒了，然后就送花了，先拿回去吧。因为这个满天星可以丢很久，明天送吧。明天送，然后多上去真加班也来不了。那明天送3个，我说我打电话跟他说，让他先回去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你老公在那儿，嘎，你也在这儿吗？哦，你跟他说，先送回去，先拿回去嘛。现在把那个满天星可以丢一下，啊。有一个人没来，也感冒了，他搞问我说了，有个叫他晓得，我媳妇他说他在那儿耍一下，让我联系他今天感冒，他没来，她男朋友在这儿，我就喊他那明天送嘛，好，拜拜。感冒的有点多啊。叫雨涵妹儿，后面又改了。他这次回来，他身体有点问题，查了是早期，然后现在休学吧，就是休息一段时间，不严重。他现在在成都这边待着，现在应该有一段时间不会回去。
云，那个西藏各庄，这个西藏各庄，哦，西藏各庄也来了。2个老师，2个我本人在聊天儿。
累？累不累？累啊！真的重不重？穿好重嘛。他没有喘气，没喘气，一点都没喘气，应该不是很重。王母是谁啊？王母是欧姆吗？我是王清吗？我不知道你说的王母是谁，应该翻译的问题吗？王母吗？是欧姆还是王清？没有王母的那个这个人没听说过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。走吧，我开始都没认出你来，我在中间，在中间的时候，他就在中间嘛，对吧？我没认出来，他戴眼镜儿，我以为是那个谁呢？换装，今天经常在换装。日出的地方。
出的地方。下去卡，咱们下去卡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路全程好看。他们来问为啥咱每天都有开短信的？为什么扎西每天都有开短信的？我说每天生意太好了嘛。这边是把那边基本上这边为啥子？哦。都在往这边来跑。哦，没注意到嘛，好的，没去路往面看。你们家里全在那边了。没去看，哎。开会呀？开会呀？今天又送了几个号码？他是送4个，但是有个雍正感冒了没来，明天是好。他们一般是感冒了。他们一般都这种300多的，他其实不了300多，因为我这儿都订了几万块钱的，他便宜了很多，他外面卖370、800、400多的。你拿是不是？啊？你拿？啥？一般他们一般送200，我就加100、300。如果他送200，我就送300嘛；如果送100，就送200的，我自己补点钱就行。那天送哪个是？那天你帮我送下人卡。啊，人卡。帮我刷人卡呀，我拿100，帮我送下卡，然后顺便帮我加拿3杆那个马达。马达。白色、蓝色，蓝3个颜色。然后明天扫给你嘛，帮我放嘛，我都对。搞，你在那个平台上补滴点嘛，其他哪个？我说其他哪个都不对。因为我们跟他号都说过哈。好嘛。哦，他一边上就说，但是你不要刚没对说是我们。好。谢谢哦。没事。我明天来扫给你嘛。好，你看好就加故事嘛。没事。我随时可以订。一个订嘛。我明年订一起就说了，明年有3个。3个颜色它大概。3个颜色的嘛。我喊罗桑拿。要得。我明天来谢你说嘛是扫给你。随便都可以。谢了哈。没事。家门都姓李，都是你不成你都一堆的。没事。其他哪个我都不认得，他都对。那你写咋个写？
丑事，上卫生间那些，穿了衣服都不好上嘛，是吧？都要脱一下，不穿衣服都可以，不穿衣服都不用脱衣服的。哎，那我不知道，反正他说了就啥子，我从来没问。肯定那天好像上个霜，等一下我看好多钱，我看有的好像6个哟，好像90多万，拿不拿得好的那种。反正我就明天给小白牌出，其他我就管了哈。哎，我明天给小白牌出，我其他就管了。好，谢谢了。那确实。应该就完了，差不多跳2次。8分钟、7分钟左右，这个跳2次吧，还要跳，应该跳2次过去。这个原是本子的主题，知道吧？应该猜得到啊。最早在静安商场那边修的，在静安中心商场那边，以前5月份嘛、6月份的时候，本子收的徒弟有点多，徒弟比较多。说他觉得啊，他忘了，绝对是。我问一下他，肯定搞忘了嘛，就不用说。现在考虑的都是跳腊肠的曲子，和那个弦子的也没跳。现在搞忘了啊！今天那边队服也没穿，没有完全穿，有些人都没穿。